高迪啊，呢期咧我真係好頭痕啊！阿仔仔學校話咧要突擊測驗啊，都唔知點同佢温書添㗎。唔怕，你可以建議老師測驗之前提早一日通知聲，同埋講定出邊幾題，咁咪可以提早準備咯。我呢個咁有益有建設性嘅建議咧，老師會唔會採納我就唔知啦。但睇翻雲福苑大火聽證會，政府代表大律師都話，外界對房屋局獨立審查組提前一日傳短信俾承建商約日子同時間呢件事過度解讀啊！既然預約驗網都得咯，預約測驗 why 咯？你講起雲福苑大火聽證會，係啱啱過去嘅星期二同四完成咗第3同第4場嘅聆訊。大律師都提到，雲福苑大維修屬於小型工程，由房屋局獨立審查組負責監管。根據香港有關工程現行嘅機制，靠承建商自身執行責任，但唔代表政府各個監管部門可以坐視不理。冇錯啦，雖然未知最終有冇人要孭飛，但肯定嘅係相關部門都有一定責任。另一方面，喺香港根深蒂固多年嘅圍標歪風，亦隨住雲福苑大火慘劇發生，再一次喚起市民關注。聽證會帶出嘅一系列問題，到底制度缺失，抑或係人和？點樣對症下藥，從源頭解決問題？今集東富揾嚟議員同行業專家一齊探討一下，事不宜遲，立即東富。各界即營。